黄石公所著的兵法书有《太公兵法》、《黄石公略》、《黄石公略》三略、百战奇略。送给张良的是《太公兵法》，《太公兵法》有6章。思想来源就是《易经》、《道德经》，还有儒家思想。军人武德应该是自信、人勇严。作战要胜败的关键就是哪一方有道天地，得到天时地利，这样就跟人有关系，跟地物也有关系。天时地利人和。打仗要注意的，哪一方的主有道了，得道多助啊，道天地将法，得到天时地利人和嘛，善于利用地形地物嘛。